请问倒一种是四肢脚的动物？大伯是啥物？大伯啊，爸爸、阿爸，大伯啊是四支脚，大狗是啥物？灌大伯，我刚刚只钓狗。灌大伯啊，大狗哦。大伯是啥物？四肢脚的动物，倒一种是四肢脚的？蟋蟀是大狗是大伯啊？蟋蟀是大狗是大伯啊？大狗安尼就是 A。大狗是啥物？蟋蟀。灌大狗嘛，灌大狗。是。嘿啊，四支脚，大狗四支脚。大伯啊，大狗四只脚吗？好，四支脚。好，我的答案就是 A。哦。哎呦，搁甲机会让别人啊啦！紧嘞来吃拜拜。啊，这就2分之1的机会，嘿是 ，B 甲 C。 C 啦。 B。大伯啊。大伯啊，确定。确定。大伯啊。老师，啥那是大丁？大丁吼，为所在叫做四脚蛇，咱敢若听名就知影是四支脚，伊就是蜥蜴啦。是哦，咱台湾卡话人讲大丁，为说四脚蛇，所以四支脚。啊，剩的迄两种吼，拢是虫拖昆虫啦，伊就是像拄则讲的，因拄则讲的灌大伯啊、灌大狗，拢有人咧灌，伫土内面爱有6支脚。